伊是金刚藏菩萨在大众中即种坐起顶礼佛足，有劳三匝中跪插手，以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身为一切诸菩萨众，宣扬如来愿觉清净大陀罗尼，因地发行暂处方便，以诸众生开发蒙昧，在会法中生佛诸慧，幻益龙莲，慧目清净。世尊，欲诸众生本来成佛，何故复有一切无明？欲诸无明众生本有，何因缘故？如来复说本来成佛，十方众生本来成佛道，后起无明一切如来，何时复生一切烦恼？唯愿不舍无遮大慈，为诸菩萨开秘密藏，及为未世一切众生，得闻如是修多罗教，了义法门，应断疑惑，作是意义，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将离复属。尔时世尊告金刚藏菩萨言：现在，善男子，你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未世众生，闻以如来深深秘密究竟方便，是诸菩萨最上教诲，了义大乘，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及诸未世一切众生得决定信，应断疑惑。你今谛听，当为你说。是金刚藏菩萨弘教欢喜，及诸大众目连理听。善男子，一切世界，始终成灭，前后有无，故善起止，念念相续，循环往复，种种取舍，皆是轮回。未出轮回，离变缘觉，彼缘觉性，即同流转。若免轮回，无有是处。譬如动木，能摇沾水，犹如电眼，幽回转火，焚素月温，酒行欢宜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诸玄未实，彼物先住，尚不可得，何况轮转生死过心，精未清净，观佛缘觉离不旋服，是故逆等变生三黑。善男子，比如幻界梦见空花，幻界六毒，不可说言出界意灭。何时尽起一切诸界？何以故？结花离法，非常大故。亦如空花，灭于空时，不可说言虚空何时尽起空花？何以故？空本无花，非起灭故。生死涅槃，当于起灭，妙觉圆照，离于花结。善男子，当知虚空非是暂有，亦非暂无。况复如来缘觉随顺，离为虚空平等本性。善男子，如小金矿，金非小有，即以成金，不重为矿。金无穷时，金性不坏，不应说言本非成就。如来缘觉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一切如来妙缘觉心，本无菩提及以涅槃，亦无成佛及不成佛。
无妄轮回即非轮回。善男子，但自声闻所缘境界，身心语言皆失断灭，将不能自彼之清净。所行涅槃，何况能以有随心测度如来观觉境界？如此淫秽，烧是弥散，将不能足。以轮回心生轮回境，入于如来大寂灭海，将不能治。是故我说一切菩萨及弥世众生，先断无数轮回根本。善男子，有作思维，从有心起，皆是六尘梦想缘起，非实心体。以知空花，用此思维，便于佛境。犹如空花复结空果，颠转梦想，无有是处。善男子，希望夫心道诸卡见，不能成就圆觉方便。如是分别，非为正门。逆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离说偈言。金刚藏当知如来寂灭性，微残有书中，若以轮回心，殊为即宣福。但自轮回者，不能入佛海。譬如烧金矿，金非烧故有，虽复本来金，将以烧成就。一成真金体，不复中微矿。生死以涅槃，凡夫及诸佛，当为空花相。斯为有幻化，何况极希望？若能了此心，然后求圆觉。